打扮了，那穿了原住民的服装啊。我自己做的，好厉害。好，今天给妈妈已经穿好衣服了，我们要谢谢妈妈，以后真正为原住民，无怨无悔的为原住民。他的名字，第一个是不问，第二个就不问，那是什么？哎呦，假不问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哦，接下来，棒不棒？哦，穿原住民服装。台东的是调人传唱，因为他们怎么经常从台东。